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AI 世界新聞頻道。大家最近應該都聽到滿城風雨啦，李家鼎鼎耶、李永漢，再加埋一位神秘女友 Viva， 成件事越爆越大，仲越嚟越複雜。而家最新一期東周刊再爆料，話鼎爺拍拖20年嘅圈外女友 Viva， 竟然被指同藝人馬冠東有關係，甚至有傳聞話 Viva 就係馬冠東媽媽。消息一出，即刻震驚全網。不過要強調返，以上全部都係傳媒爆料同網民討論，暫時冇實質證據證實，大家都係食花生睇發展。根據報道所講，李家鼎近日被捲入同李永漢、李永豪有關嘅爭產風波，外界不斷傳出錄音、金錢糾紛，仲有唔少內幕流出。而最令人意外嘅就係呢位一直陪伴鼎爺多年嘅 Viva。 報道指 Viva 比鼎爺年輕大約10歲，兩人已經相識接近20年。但更令網民震驚嘅係有傳聞指出 Viva 原來同馬冠東有關係，而馬冠東方面被傳媒追問之後，僅僅透過一句短短回應表示唔回應。雖然只得3個字，但更加令成件事添上神秘感。其實馬冠東一路以來喺卷中形象都算正面，佢曾經公開講過自己細個時父母已經離婚，有媽媽一手湊大，仲曾經喺節目上感觸落淚，話媽媽一路以來默默支持佢追演藝網。最經典一句就係媽媽成日問夠唔夠錢使啊，簡單一句說話已經成為佢繼續奮鬥最大動力。而馬冠東近年事業都算慢慢上位，由當年演藝訓練班出身，到而家開始有代表作，終於慢慢被觀眾認識。不過喺事業開始穩定之際，突然捲入今次風波，難免令人覺得有啲無奈。另外，報道亦提到馬冠東爸爸去年不幸離世，當時佢仲喺社交平台寫下一段非常催淚嘅文字。當年你雙手抱住我，帶我嚟到呢個世界，而家我雙手抱住你，送你離開呢個世界。好多網民睇完之後都話非常心酸。而家再加埋今次傳聞，令唔少人開始重新關注馬冠東家庭背景。不過講到底，目前好多消息都係坊間傳聞，無論係爭產、錄音定係 Viva 真實身份，其實都未有完整證據。所以大家食花生之餘，都應該理性少少。畢竟好多當事人到而家都未正式詳細回應，而成件事後續會點發展，相信未來仲會有更多內幕慢慢浮面。你又點睇今次風波？你覺得 Viva 真實身份會唔會真係同傳聞有關？歡迎留言講下你嘅睇法。如果你中意睇香港娛樂新聞、豪門內幕、明星八卦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打開小鈴鐺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